根据统计，这脑血管疾病在台湾的10大死因内面排在第4名，但年也增加3万至5万的脑中风患者，而且有少年化趋势。台湾脑中风学会加一个台湾脑中风病友的协会咧，特别推广脑中风中长期照护手册，希望会当建立民众预防加照护的观念。我老婆生病之后更前更后，我们完全没办法自理，人生彩色变黑白了这样子。今年63岁江先生6当前胸腔脑中风，经过福建医疗才到达好关，但是中风了后需要长期的照护。台湾脑中风协会甲病友协会特别推广中长期照护卫教手册。从预防到急性期到慢性期，所以我想今天的重点在中长期的照护，而这个慢性期才是长期的痛。像中风半冬后有4成的人可能出现骹手板尾、手册有结霜现象、治疗方式等等。另外，医师嘛讲，近年来中风的发生率超高，过去6个人可能有1个人中风，即马是4个就有1个。年纪更加，45岁以下的发生率有12%左右，甲生活的形态有关系。终究他们有三高的人，他的危险性是比没有三高的人来得大，但是这个中风是可预防的，所以可预防就是从三高的事情来控制着手。医师表示，脑血管疾病伫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4位，每当大概增加3至5万的脑中风患者。若有中风过，又个中风的几率嘛较悬，镜头死亡率嘛会提悬。希望透过手册，让民众了解预防的观念。记者陈亚文、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